欢迎收看《后山海上歌》，有关海家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涂志忠啊。中国乡下的老后生人大在古了，你老古人讲哈，年轻好就会食水甜，唔过呢，表现出来嘅性格接上会影响到人嘅人际关系，尤其你对家庭。到学校，再到社会暗藏嘅集团，表现出人贪，也系当热情，一种无汹涌嘅态度，做得讲系上上游嘅，也系后天来促成嘅喏。咁咪邀請到6個後生人，留大家聽下來分享佢哋嘅身體係樣板咯，眾上歡迎。之前來到小街道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細細嘅時候當強山又當古老嘅阿子怡。從細就古老到兩下啦，兩下嘅老年咯，丟唔住啦，夾唔到。冇啦，我有好朋友啊，係啊，家家好朋友。用帥哥啦。哎，眾上來歡迎哈，熒幕上的朋友哈，立家。好啦，大家好，我係對我一條都非常熱情嘅立家。第三打啦，上來都係培天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高中嘅師姐督導嘅後先生長本愛嘅成嘅180圖太準片嘅培天啦。第四打啦，上來就教呢。大家好，我係啲天時天啲年課同我見面嘅時節，我將會動態嘅。第四打啦，上來就白天。大家好，我喺度感情好好，非常熱情嘅鍾白天。最美老師叫做阿燕子。大家好，我係主持嘅時節，假使對方動人情愛，就會變到動神氣嘅燕子。你一開始先來教大家講客話啦，即係講客話講熱情哦，除咗講熱情以外，你咪講熱心先講熱心，我要強調係熱心嚇。熱心，我講對人當冷淡嚇，冷淡。除咗講做得講冷淡以外，咩做得講兩三年學真嘅磨笑面。冇笑面，冇笑面哈，冇笑面。好，客位嘅口腔做得一件結束嘅客位。好，接住咧開始先本來睇自家來做一個心理嘅測驗，測乜嘅呢個新冠度到底係熱心好多，也係熱冷淡好多。本題就來看下，來睇一下6家嘅心。有張愛心，因為同那張大家看睇下如何好了。我先來公布一下現場有3、4、5，先來講第3屆好咧，第3係最多人嘅，第3係有3人哈，因為代表人嘅新冠度熱情有60%，冷淡只有40%。董準，所以呢6個有熱情比冷淡好多人。來看一下第4 2家愛心嘅人。一個熱情20%，很少哦，冷淡80%，所以你差不多係很冷淡的。不是，你睇下這個意咧，我本來就是意沒懂吼，因為冇結好就是40%的熱情。你不是錯的啦，你就愛有。所以看一下回敬考嘅題5，哇，我覺得。福慶真的要融化它很難，因為它是100%的冷漠。欣賞有貴邊，欣賞你不念你做一熱情呢？所以愛你好台這樣，你走在看到係惠慶這個100%面的背面，對，所以100%的熱情，佢全部不愛你的，所以其他人看唔到，只要撲收一下咧。我告訴你，同年齡是代表你有熱情有80%。哦，冷淡20%，嘿，最第6係100%的熱情，太多啦，第6係100哦，差啲哦，中間差啲哦。其實100%我聽說係好誒，哎，真見不一定是好的嘛。不過家下那個心理測驗做完，大家就起到有準嘛。董準，不過跟大家來講一下，你從細到大，你這個知道，你係樣板型嘅生意，自己先來講，家一開始講。當強上分，冇唔錯。其實我以前，
我以前細細嘅時候，真係喺咧當鏡上風嘅聲音嘅，不過大家都唔相信我。不過因為以前我就上來就當西雜，係嗰時候嘅我是，对啊，他懂就我太讚啊！嗰時自己就是當西雜，按谁找？按你英共啊，我不觉得娘，竹林公主。跟住媽媽就會拖我去嘅菜市場啊、百貨公司啊，跟阿公阿婆啊、阿叔阿爺看到就按西雜就懂靚一下，就大部分就會講，哦，搶愛食東西啊，嘛該我就會懂講，我冇愛，我都冇愛，就嘛該都冇愛，都唔敢拿啦。韓國人叫我是我去送嘅兒童美語，跟先生妹妹。為什麼會中意愛？其實我說嘅你愛做 K 係韓國佢要係外國人我愛嘛，就講哦，呢種是本見英冇聽人做得興外國嘅，我呢種是佢就講愛你愛做 K， 愛就懂出價，我係懂出價嘅聲音嘅，因為愛就懂講啦。我說愛就出價對對愛是人講愛冇愛，哇，係冇禮貌啦！按爽嘅線上嘅線，嘅阿里噶，你要搶佢按嘅電影腦冇？冇呢，我去懂電影下啊，我喺電影下唔講愛去甲懂講山，好啦，不過其實我家下知道嘅心理測驗，我唔知準也冇準，不過我去下知道我係懂熱情100分嘅，像我寫嘅時間。係啊，看我嘅面好，睇下出電我寫嘅時間啊，成績都好啊，好係模範生，老熱情嘛該管，就會懂好天數配人啊，天數質疑啊，喺講三唔該時間本期菜本期色啊，哈。唱歌學會啊，跟住他冇錢冇翻成，我本來錢嘛，哦，按熱情本來錢寬太假，冇錢啦。唔睇唔知嘅，從細到大就懂奸嘅，難怪家做出來，然後你出來表現出來冇教養，懂會爭。就聲音啊，冇爭。你先睇講，先睇講。來，下尾再來講嘅，回見啦，來講嘅韓從細對睇這個影響地圖係用扮演嘅時候。睇這個對我嘅影響係，我真是我講會非常細上。你哋係咪強容啊？有小螞蟻，當點錢，當溫情。係，阿英很多學教嘅時間未冇買位，然後真是冇買位讓人聊出去嘅，下課嘅時間我都記得，大家都會走出去。你時間一生一老時間人來聊。就是角落生物嚟嘅。從角落生物。係啊，喺我當記得是係線上都會上課嘅時間，佢會點嗌回答問題哦，和回答講錯東跑。其實全班嘅小朋友都躺在動眼台上，其實會講，來，我們大家幫劉慧卿掌聲鼓勵鼓勵。動強，大家要躺到咧，要躺到眼上安因子做得。跟住下真嘅進步動到，班前創嘅班前係上班咧，大家係哦，假使把佢故意冇講過，來大家掌聲鼓勵鼓勵，五點蛋咧。係啊，喺背後係真是到高中嗰陣校會講話，佢梗係因為我始終喺督導一隻經會鼓勵我嘅先生，和該性格真的是180度大轉變到我做得去參加啦啦隊。好，以前我們去啦啦隊，人家現在人母有一點不只是你參加啦啦隊，應該啦啦隊還有扭腰擺係啊，上邊那個動態呢，哇，磨突磨，好嘞，強到嘞。不過講嘅聲音嗬，佢係從細到大，係愛起到冇乜嘅別即係種白劇，從細應該嗬是那種搞探戰嘅，搞挑方啊，突然睇自家來亂咩嘅種意思清楚先。家下回聽分享嘅故事嘅時間，我完全冇法度了解呢，因為跟我的生活太不相像了。哎，就係到半紅吼，當然我哎呦吵吵鬧鬧，那邊空氣咧吵吵鬧鬧，我就充滿拐上癮，然後線上就有個動啊那個，馬上就吵吵鬧鬧，然後就一聽到係滿音嘅哦。動調皮強音打呢，因為要用吵吵鬧鬧，所以哦，我過時要5年線到6年線哦，冇換過位數，我的位置啊，它只有2種選擇，第一種坐到講桌前面，第一種在線上嘅挑戰，咩？第一種辦公桌嘅前輩，第二種就喺教室外面，你又出去，你挺超的啦，對啊。
我当日本线上写联络本呢，哦，写到还没有，看到是哈又来了，看到是今天没有，掌声鼓励。每天回家就是吃第一餐，竹笋炒肉丝，阿妹嘅足丝位就卡起了，因为点样有炒东西啊，炒卖东西哈。咁個講到吼，那個槍蛇加加拉拉哈，加拉媽加拉姑以外，孫紅嘛錯一隻加拉媽。冇扣我，冇扣我，我真唔係乜嘅加拉媽咧。因為錯舊時啲。唔係，我係嚟同口分享我嘅神巴。記得我細家下嚟當中以後同我屋企人嚟分享講，哦，見每日啦，學校發生乜嘅事情啦，我讀到乜嘅神奇嘅話題啦，等等嘅。我有兩位吼，啊，嗰兩是東南複雜嘅阿姐，佢嘅人生吼，正常我有一絲絲咧。故說我細嘅時節，等一下嘅時節，同口分享嘅時節，都好記得。青春叛逆期，唔論我講乜嘅話題哦，記得就會按呢。哎呦，佢有乜嘅好搞嘅，好幼稚哦！哎呦，生嘢真會搞一條啦！哎呦，好幼稚哦！古時候一本記得講叫溝通啊，就想講，好啊，算你啊，跟我冇去分享啊，困難嘅眼神就冇要上癮啦。古時候好咯，我就冇去分享你。要讓你懂肌肉呢，都懂奇怪啊哈，你都冇一個。看姿勢我還有你會泡泡住呢，完全就冇。好了，那我們現在給你掌聲鼓勵。莫朋友哦遲來的掌聲，等了20年的掌聲，20年的重你看哪，你冷靜有重傷，見懂草有重傷，那無論哪一種全部就冇呢。好啦，沒關係，你要給他重賞哈，賴我們每天傳掌聲給你聽。謝謝，好，謝謝哈。咁個才子家嘛，做得上這很多嘅實施者係按樣嘅身體，咁講讀書過後，咁要改變一個身體啦，性格咧，等下就嚟介紹啦，大家共下來分享了。你嘅不下導演就冇上嚟去，因為都麻煩嘛，嗬，從阿松過去按鈕嘛，嗬。點見哦？因為按鈕嘛，嗬。你看記得冇？頭擺有一個因為本來做嘅套路啊，講造型挑7點嘅開始，那個不要，而且要開車20分鐘，你冇。你是分重點咧，需要錢啊！這裡因為有一半還沒開門。哦，跳遠，你沒吃到燕，跟視察嘅時候過飯點鐘來做下模。歡迎大家都到嚟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吼，咱每個大家嘛，要重新都在吃動這個細家下，係同人談嘅嘢，也係講同熱情嘅嘢，唔過有常識，天有不測風雲，可能出現人都有舊事以後，從倆開始，人嘅眼神就係互拍，就說人嘅心情，人嘅身體，沒有180度嘅大轉變，就問大家阿簡呢，頭擺經歷乜嘅同淒慘嘅故事。冇錯，我太后以前人生係彩色嘅，我都係公主。姑嫂一下都係糊糊拍拍嘅。有一陣係係糊糊拍拍嘅，因為頭擺係公主啊，當然去學校同學打嘴鼓就會。不過呢，太後嘅時間呢，我屋企呢就發生一些事情，就係我爸爸媽媽老愛講，我都會付條單槍存1000塊嘅事情，姑嫂呢，我就開始人生變到糊拍嘅。我就會開始去做事，唔過我係藝術家呢，我係讀藝術太好嘅藝術家，我冇辦法同人安尼社交，有一些社交障礙嘅人。唔過我為到愛賺錢，還係愛硬着頭皮去撈人安尼 social。冇講藝術家好冇？你藝術家係同梁山嘅，你係公主嘅問題。公主就公主，愛後堂嘅問題，就冇辦法很。最唔係懂甜嘅，因為安尼，古送呢幾樣事呢，人生就來到唔拍嘅，唔過一下係要彩色嘅，彩色嘅，來電通常開上動就變彩色嘅。會天來講一下，頭擺發生乜嘅事情？頭擺我是起到頭先做緊心理測驗嘛，是講我冷漠是100%，有準嗎？很真誠的冷漠。我起到。多少準啊？因為其實我通後從細到大通後啊，是講我冇笑嘅時節，記得是起到我就是看起來很嚴肅，臉白白，冇笑是很安樣嘅，所以我是報向我自家聽人演技好睇，我是啲講哦，用扮演去表現自家，用扮演去展現自家，演就會好有，暫做得到演競爭嘛，暫好會有機會。喺我係真是到讀高中嘅時節，拄到嗰隻欣賞，佢當為鼓勵我，係佢咪當本來當到機會，做得去
就是去表现自己，他应该走得好，我只要做得好，即使非常鼓励，应该是我很好有信心，很好敢去走啊。真紧吼，所以拄到一只好心上，那是就动重要。所以回去了下做线上嘅从头去发觉吼，特色学生啊，记住乜嘅优点，从那个小小当中，给他一点点入草入水，你知道。你嘅跳档，等下哈佛要講嘛，你嘅跳檔是一片天，搭3年跳檔，所以拄好要拄到一件事情是當西蒙當感覺，不過吼，你採創去看吼，白camp哦，窗頭係高跳風，哦，大部分他小跳小面，可是他心裡面也有很多乾枯嘅所在。白 camp 先不用哭，先留到後面，你下先唔死。唔是周希啦。哦，其實槍蛇哦，喺到大家面前哦，先會叫古督，古督一隻形象啊樣，本大家做啲歡喜啊，本大家做要歡樂。咁喺除咗嘅眼睛係因為喺豆腐開時節咯，喺媽媽管教嘅方式係啱跳嘅，打要真叫本佢打，所以哎呦，真緊團體咧，哎呦，也那麼大都英文太你大幾條嚟用兩輪打眼你看。所以規個咩唔咩擺嘅，因為佢劇中音排泄哦，唔會跳眼天哦。這應該用一把手，就團體咧。然後大家講真嘅哦，那個衣架子哦，當要玩。一下就會跟就會係啊，很乾苦哦，很脆狗。張家的人是不是手力都特別有勁啊？好啦，所以咧，該流行嘅性侵哦，同不係虛節咯，什麼感覺動不出啊，也係動污案嘛，所以關於學校嘅虛節咯，所以想說，越聽我有啲不掂的感覺，就是長得有要偏偏呐，偏偏一下。你不卡比較壓抑，係啊，鼓手壓他張惠安呢？係啊，你會唔會團體的音樂？是誰故意給我這個？你請假走，不過家講到好跳擺可能係，這些家要講嘛，這些可能係因為家庭嘅問題，有可能係因為學校嘅教育本來要得有冇強壯，要得有改變。不過讀書過後，總係要去出社會。你出社會過後，你就知道你對條路係當熱情，又係當冷淡概念嘅啊，理解佢。像我時間我做我對條路我係係當熱情，因為像你做主持發通啊，比方講去台灣啊，去其他素材啊，有啲人因為可能會知道啊，你嘅不下當熱就冇想去，因為當麻煩嘛，嗬。像阿中姑就會按鈕嘛，哈，你見哦，就會按鈕嘛，哈。你睇其他冇跳擺有一個因為本來走嘅跳路啊，講造型跳7點啊快時，那個不要，而且要開車20分鐘，你是觀眾片啊，不要錢啊，這裡因為有一半感覺係悶。哦，跳遠，裡面吃到厭，跟視察嘅全部班點仲係做下模嘅，真的是佛系呢。好啦，我嚟講吼，其實像藝設計可能係去南埔啊、東埔啊，其實我都會講哦，好，我去，因為我知道有錢去手袋穿，係唔係啦？係有錢穿以外，其實最重要係你主持出嚟以後做得去給你搞。哦，嘿，故說就然後主持嘅錢全部拿出去搞啊，其實係很歡喜嘅事情。總之都嗆你噶啦，給蘇豆主持錢過後就在地歸還了。哦，我也可以在地支持。你促進在地經濟，沒錯的。家應真的不用啊。我知道我係兩種就做的，比如講我基本主持嘅時間啊，對方同人親啊，個我就會較熱情一些咧，較神氣一些咧。我假使對方按你動暴力嘅法咧，我就會較溫柔一些咧，就唔會按熱情咧。沒人係做講係人親啦，韓國佬熱情吼，不管是冰山美人還是熱血女孩，我全部都做的哦。這個是。尷尬的部分，這樣拍戲，冇挨啦，我要好奇的嘞，你做工來變寬寬，我剛想說我站起來會不會出鏡？唔會，你錯人下個咧，你就算起來，下邊係冰山啦，個很有辦，越辦越多。
好啦，真緊啦，你好好抽的哦。你先基本嘅冷清一下，啊，你先來問一下阿志，你知道你對頭路行真緊係有熱情，一個現在啦，房子做得就做得。我對頭路咪係嗰種較有熱情嘅人，其實就像你剛剛講到，因為你係做主持，故說一定會有熱情嘛。韓國其實我咪要看對象，因為像比如講大伯來到後場台上講，我就會知道講，大家來一片兩樣啊，唔係嗰種有競爭，係嗰種互相攻擊嘅關係，就會大伯來時就同咗哦老朋友見面啊，當下教啊，大家係同樂非強用，不是一個做嘅亞太浪人，因為上電路不太大，同接上呢，就會看到大家就同歡喜，就會同吃鹽在天氣嘅熱情。因為才是真緊從朋友強融，就打牌落去打電視啊，打嘴鼓嘅感覺，就哇塞，真有看到眼叫冇看到嘅朋友嘅感覺嘛。咁個白鉗來講一下，後擺到呢下，要個當轉變啦，轉變嘅故事。我叫你，叫咧，可以先留到這一段哈。這一段嗎？可以了。我哋團都講出來，有點生氣。哦，因為其實我簡單對頭路來講下，當就熱情像英俊啊、李嘉嘉下就講到誒，有錢來傳就蠻過不去的事情呢，所以就對培生，沒錢的問題哦，沒錢的問題，安全嘅問題。聊係老提朋友強下，係啊，係好交，係神奇，係交朋友。曖昧係安用心哦。好了，所以也可以是啊，對培生嘅千府來講，就是我是覺得長期合作嘛，所以我對培生嘅合夥，記得吼，韓白就機會去這場嘅相當意，所以我就想說，但嘗試就。戰友啦，他係緊緊的好朋友，對客戶啊，對廠商全部係強種那種奉獻。咁我後來就舉個例子好咧，譬如講我頭擺就分享過一家故事哦，就是姐啊，嘿，因為佢發我動到頭路啊，譬如講我頭擺去高雄啊、巨蛋主區啊、去國外啊、新加坡主區啊，全部佢係發嘅。所以我對他來講，我覺得他對我嚟對我來講係動態只貴人啊，哈。有一擺哦，我鎖上啊，冇上面佢還塗我去看醫生，當大街小巷咩對我動吼，他就感受到動感痛啊，所以就對他視如己出，當日就買。你講咧，視如己出，你嘅意思講，佢做啲做啱咩嘅，你淹水係冇？人家沒有視如己出嘛？你說你叫。寫出錯嘅哦，即係譬如講，要買正煙啊，有時送東西送禮物本機啊，你後來哦，經驗，因為我想講就合作凍久咧，凍煙咧，那時候都沒有漲價，我還係用該用是最菜鳥嘅價錢啊，然後去合作，所以想講要做啲挑緊一掉，漲一點點啦喲，結果點哦，啲錢真係還睇咧，你發現，係啊，你真發現到嗬。商場無朋友，好，但係你聽我打你啦，佢可以嚇到嘅啦。其中我愛我嘅醫生啊，他注意些有冇牌子已經擺出嚟，你抽你下等等擺佢用架啥討論冇？冇，伊還冇人講吼，225啦，買假球全副冇講嘅，冇按回愛，就是我把他愛落去當做朋友，唔過佢讓我當做合作嘅對象聽聽。嗰時佢就是這條人唔問題。我還想講，哎呦，上擺佢突然去看醫生，可能還有認為我係隻商品，你隻商品快啲嘅嘅漲燒漲來。哇，你完全不應遵守商品。係啊，唔錯啦，是到你高級嘅啦，同我。可以哭了嗎？好，可以，現在3、2、1。好，給5歲，哎，你就是寫乜背叫喊，我要困難同謝。小魚在呼吸吧？你小魚哦。係啊，不過講真嘅啊，要相信係你出社會過後，像啲啦社會運作嘅方式，唔係像你平常啲頭擺喺做學生啊，按用去當擔孫啊，當按用去過後嘛。不過你下半台再來想下對人際關係當行，係對特生人都當熱情麼？還係對特生人強讓當冷淡咧？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太強下來分享了。我就會帶通台去搞個戲播，10分鐘來做戲有人強能來現場準備，現場準備。廣州嗰度衝嚟按嘅咧，學做戲嘅人啦，簡單來講，喺係做乜嘅，係就會扮乜嘅。跟你做在做牛做馬。做對啊。做牛。做馬。好嘞，好嘞。4。係嘛？
哦，是也是啊。好嘞。欢迎大家都到嚟香港台上個節目現場，而上一團最尾是問大家講嘅做頭路家哈，你知道這個有讀過那條事情？到底係人親嘅嘢，係當人貪，也係講當熱情嘅嘢。唔過了下個問大家嘅人之黨嗬，你係對得上嘅就平平強樣按熱情，像白劍強樣本嘅當熱情嘅感覺，也係講你係對得上嘅平平強樣當人貪嘅人咧，會見做啲內頭啲老太太少解一下你嘅變化係乜嘅冇？你嘅變化頭先又做過嘅心理測驗，你完全是100%嘅浪談咧。可是我自家知道，我有熱情，沒有浪談，係因為從平常時我係到學校做事嘛，我到學校上班。我唔會撈其他嘅身上有太多交集，係我係冇小嘅時節，佢都是遲到我面白白啊，凍惡啊，心情唔好，咁冷凍法，係真心唔敢讓我講，我其實話遲到我凍惡，係。不過這種情況我係因為我自家遲到啦，係因為我可能對呢個工作環境唔係按好。我就會安然係，佢係講真是當好呢個工作環境嘅話，我是會有到一些嘅熱情，到兩片係咪會學會去撈主動會撈人講話啊嘛，嘅兩道，比如講咧後生提升工就安然。我哋前幾日感謝惠慶姐，你動動要謝要向阿姐，惠慶阿妹。Freaking boy，惠慶妹哈，哦，睇自家多多嘅熱情哈，知道哈。阿志怡先來講一下好嘛？其實我們係真見就係對朋友係動有熱情嘅，尤其係嗰種就係熟識動叫，因為從我有一群就係10公人嘅好朋友，就幾群好朋友天天。懂炒。真嘅，因為雖然你就會叫見一擺，可能大家就會叫向下食飯一擺，唔過大把去食飯去嘅傳統啊，嘅木檔啊，就本嫌起來，真嘅會嫌起來，很多人都會笑到動惡霸動潮過，就會笑到叫出來，像阿種咁樣，笑到叫出來就，大家就講你係咪動叫冇笑咧？你係壓力動態，有時講望嘅真件吃到就會太好笑嘅，因為真件就會大概就大家聽熟識啊，嗰時候大家嘅情緒就唔失控起來，雖然大家講話出去搞嘅時間，像有的時間就有的人就較有責任感，就會安排嘅行程，不過有的人就會佢唔會安排行程，不過佢請好險嘅人，哦，係，一樣嘅講藝，奇怪，你好險嘅人，幾十年就會見弄啊，見險嘛，唔過你一隻安排嘅行程啊，見咩唔會發現。佢就本佢青菜個，本佢青菜鹹，跟人睇揀咩意思，後面會勁笑，啊，結果唔好講，結果一隻動蛋係咪？佢好快嘅，很屌絲喺度聊記吼。因為其實他就懂說是就提供哦，其實佢咩冇嗰隻意思，佢就會青好就追。就懂快，係就傾好去險，幾十年咩懂關係懂習慣，就佢就會愛用型啊，青菜，嗰時候大家就會懂吃嘢，就會懂熱情。真嘅，要多多愛用嘅朋友嘛，有種其實兩種朋友高興嘅朋友冇 get 到，沒懂吼，你就講你再嫌啦，反正你也只剩這張嘴，然後你就存兩種嘴。反正你就勁險嘛，你看你們還會出來的。係啊，你看你們 Q 樣會出來，我不管安排到幾爛，你們 Q 樣會出來啊 ，Q 樣咪個。白險，你看對台之間吼，都面條線、鏡條、面條線吼，哦，按熱情嘅，按四分、按排條、按染刀。哎，呢部分，愛莫講係部分，不要隨便幫我亂加。消音，什麼請消音？建議世代哈，咁強容按熱情對台之間。我自家認為自家係一個吼反差感動態嘅人啊，就係有啲人講係動假嘅人。我愛啲啊，你動假。係有啲人咁講嘅，唔啲係人嚟哦。有啲人家譬如用假人嚟，用生意圈就愛用人遲到。因為就係愛到鏡頭前下就愛用提供大家歡樂嘛。我哋世代下其實係一個東校社交嘅人，特別吼做體路做體育後，體育天上嗰個事情就係轉去 vocal 聲音，就喜歡獨處。我愛啟動嘅一個唔係動假嘅人，因為我認為有歡樂唔係藝術是點種嘅，我提供嘅歡樂係只專業，唔係我本能。
唔對嘛？加嘅意思講，因為佢想要撈所有嘅一切留本，所有係電視機挑戰，還有鏡頭挑戰嘅觀眾朋友嘛。到鏡頭前啊，因為係透露嘛，即係完全冇保留，我自家放落本所有嘅工作嘅盼啊，也係觀眾朋友，也愛你的你點哦。哎呦，怎麼都你懂㗎？係哦，我愛摸你哦。真嘅啦，有上有對應真嘅話，喏，面對到台檔，尤其係從愛你吼，愛你那種吼，從頭面對觀眾嘅，尤其吼主持一場係貴嘅嘅發通過後，轉到唔講，好了，你生馬上要做唔做都做唔得，讓來講話，就算愛妹妹強容，點點，邱小姐，對，朱小姐，邱小姐是誰？是邱麗蓉嗎？那中午敢唔可以賭到佢哦？唔安呢，不要害我好冇？請 Q 啦，唔係啊，阿英陣來分享呀好冇？我知道咧，呢度冇去揀嘅啦，嗬，一吞咧 VK 把按嚟講係咩？我按嚟講啦，嗬，我就係一個咧冰山美人跟熱情女孩的綜合體，嗬，我繼續講。我愛勇鬥嘛，完全冇有按下，配歌有這樣子寫。我愛勇下，委屈你了。好嘞，愛靠聽另一團模。重點，下再過來嘅重點。哎，佩哥剛剛啲我不會按勇哦。結果，哎呀，公公太好了呀，太好了！好啦，你自家兩種身體全有。冇錯，比如講基本嘅你朋友向下來食飯，喺個現場咧全部啊，就係從白劇按嚟嘅人啊，嗬。動燃刀、動四分、動排頭。動夾在。冇錯，動夾在。好，實習白劇同埋向下食飯，跟住就會。哪位點？愛冇愛。我就會變到一個較冷靜嘅人，睇住假食到追，跟住就會聽數去照顧人啦、調查啦、檢查嘅啦，福建坤太家要轉到副卡冇，就秘書啦。誒，冇錯，我家事基本嘅啦，嗬。識三件問題。識三件問題，50比傾，嗬，50假嘅，嗌咩冇點咧？大家都冇講法。點食飯？梗係會講開啊！應該食飯冇？啱會講開，梗係會講話，對唔對？啱會講開。一齊都開心都食掉，轉頭我會點掉。跟住就會來做主持人，我就會開始講，哎呀，假人最近啲咧無限嘛嘅，既然知道咧，比起然之後講，假人最近安尼好無啊，我就會帶通太自家嘅氣氛。吃飯就會出去有氧可能按嘛。而家吃飯就會噴發通咗，第四季度還沒有上映，3、2、1，來現場準備，現場準備。冇錯，嗰時衝嚟按嚟咧，學做戲嘅人啦，簡單嚟講，喺我做乜嘅，我就會扮乜嘅。跟你做在周牛周馬。做對啦。中牛。冇。周馬。好嘞，好嘞。4。是嘛嘅？哦，4也是啊。好嘞，不要這樣子玩影像。咋下咧？問題之下，因為家下就講到面對其他嘅人際關係，不過有一個人際關係當中啦，就係感情嘅部分，你老你嘅男愛一半，兩半先相處咧嘅理解，知道你係冰山美人，也是火山爆發的美女。都就係美人出錯嘅啦。好了，這不是重點。不過我知道我去講係卡火山地位嘅，有陣時係火山會爆發出來，有陣時會新泡泡。錯，尤其係我從我去講係講基本你讀到冇關係嘅事情嘅話，我就知道從我細到大嘅各位朋友，見到從我冇行完強用，韓國人男愛一般，見到都懂才講，因為才講呢，因為我幾時節都冇關係嘛，嗬，我賺到冇下嘅時間，可以打電話本佢哋。見啲媽佢哋按鈕，係佢邊有呢啲可能見到發生乜嘅事情啊？咁樣，嗰時候佢哋就會談愛啲到垃圾，係就會談愛嘅心思。難怪李家要遠距離戀愛。係啊，跟男朋友會都唔掉，近距離咁樣係啦。嗰時我知道其實算係火山爆發類型，但是又算係有懂到朋友。可能跟男朋友就懂好做垃圾桶。我知道有人就懂好談係啊，錯，就連自己垃圾都會用誒。好了，謝謝。你真的很愛我，你這個你是他是你的粉絲呢，給你還粉絲呢，真嘅。你講嚟講，他外表看下暗槍本身，你真嘅有哈。
熱情的一面嘛。愛咯，男朋友傾下嘅時間，見面嘅時間係懂。你有男朋友啊？有拜有高，係嘛？係啦，睇下，OK 好。見面嘅時間懂熱情，唔過冇見面嘅時間就懂冷情，因為咧我知道我啲懂某行，啲做些時間，他打電話來，我就知道。按吵，我同佢見面，聽說我前6日，我前預約，我中午，係中午就臨時打電話一下見面中午的。哦，你嗌中見啊？喺個喺嘟嘟去空地副卡耍費嘅時間，佢打電話講我見面我就會動氣，我就冇怕，因為我係我講佢就講佢當胸啊，一下當胸，我嗌胸片就好。嗌咩講牙婆胸片就好，嗌做牙婆直接嗌咩對卡爆底度拿出牙婆的胸。牙婆加個表當還有牙胎的胸，用呢時間很爽用呢。嘛個故事啊，按做唔得啦，好啦，打電話做嚟視訊啊呀，好啦，勉強做得，唔過真件我改變意思咧，熱情的，唔過真件我冇觀眾朋友講，20度高有一種人吼，佢係一下就下動熱情，下一秒鐘從邊面向向，邊面後從變數向向，一下就變到動人談，還會罵你，哦，你會好點點發生按呢個事情呢？等下再來繼續落大家，叫我嚟分享了。佢就上網圖書終身考到同佢強用，你係愛對過去，佢就對過去，你買那一錢佢帶嘅 Visa， 你他就看咖啡，你真年請到嘞，佢就出價拿定佢嘅卡棒就去夾不卡，我咪用晒要強下咧，韓國當年嘅時代生日許願嘅時間，佢就講誒東西會讓你回數。年嘅年就飛呀，咋會讓回數嘛？呀，用啥結婚嘞？歡迎大家都做嚟香港台上個節目現場，一台上問大家講，你身邊有兩種人，睇下其實你自己就係兩種人，乜概念呢？種人嘅熱情，然後人嘅冷淡，做得一下轉變到當家，哦，明明家你下走成條係熱天，下豬條就開始不風落雨，唔但唱不風落雨，係熱浪，冇唔錯係落雪，落雪，冇唔錯。哦，你講唔切㗎係冇？係捱媽媽。啊哦，捱媽媽就係嗰種非常嘅典型，非常嘅經典嘅嗰種，就係一下動熱情，一下就出價，你係馬莎，係。因為其實是不是要看一下精神科？唔係，因為可能呢，佢一開始認識一個人啊，佢動中意佢啊，佢就會對佢動好喎，係全心嘅去付出，將佢做做最好嘅朋友。係韓國人佢會經常說啊，你可能佢會請佢食飯，看到買個電腦，佢就會買本佢啊，送本人。可能佢需要買個天數啊，需要買個條物啊，佢就會請人啊，還會燒嘅，就買個事情都天數佢做好。唔過你要發生一件事情，一下你做為買個事情，佢冇辦法認同，佢就會非常會惱一殺人，就完全從來唔識佢。係，唔會猜一殺人，就會嫌一殺人哦，嫌得冇一點好。係，就完全唔認識一殺人。一件事情聽聽，一件事情就是有中他的點。因為愛遲到又都係那種係愛恨分明的人，你從頭玩用去，你做動到好事情，就係種 OK， 唔過假使你做了一件事情，就一件不給遲到，哦，你完全踩到我的地雷。對，今天從這個開始，那就完全讓你斷開。基本完全去推翻一殺人，今天做個全部會好事情。我假使我一開始就會做壞事情，全部就壞槍槍。我還做一件好事情，人們慢慢會做過來係紅。你一開始就做壞事情，你就唔會做應來啊。哦，係啊。哇，跟你媽媽，我還好沒有認識那個真媽媽。我哋下晚冇學習。不過假呢哈，我老太太講嘅，我知道真嘅歐巴都做唔得個歐巴嘅故事，因為我會按歐巴。係，我有啲好朋友。佢呢個老家嘅男朋友係一個熱情，一個動冷情。我嘅好朋友呢，同佢男朋友傾下嘅時間就有寫當場嘅 list，比如講，當佢按布條，
给谁来要传一首晚安曲，还百货公司吗？让我们再道一声晚安。你今年冇去过百货公司，那爱用虫嘞？歌词重重。不过重点是总得重复。还讲有重复，重复它有版权问题是？不能重置啦。就是我用心，还讲重复就不用心，我朋友就会不安。韩国呢，谁来一哄宠就会早安曲。不是大天有好的早餐在这里。好嘞。因为有时候会上班，唔过一哄宠，我大天不是讲安做。还讲佢哄宠，长辈图被做的，做唔嚟，我大天发。还讲佢去冲哪次？喺做埋個去實習，無先打本機，我朋友才會動起。如果你一哄從一開始就會先想到愛，你要係我先一衝牙齒咁講愛比衝牙齒還唔重要嘅。哇，動浪漫呢？係冇錯，就是跟男朋友就都唔夠咧，就講真是要讓你分數。做嘛看唔做的？你做對咧？你做你做對啊！就一打開眼就開始在想到喜歡愛，哎呦！唔過而咩愛對方愛用做啊？負傷愛用做啊！啲人朋友顯示下啦，我朋友接書聽，唔會按你做。自私。估錯嘅時來就攞給分數。你有時我朋友就借我去加布卡，迄老幾啊留個相片，按你打印出來，按達到滿耐加布卡，滿耐本相加檢縫，全部會記兩三個相片，就會提上嘅時來講，兩三還有按好嘅談戀愛嘅時光，你要做得唔記得？其實我朋友相撞，好冇？我朋友相撞，恐怖情人。這每班嘅撞不強。係冇錯，誒幫佢呢嘅時來就夾夾去美國讀書。夾夾比出去，唔過我朋友嘅英文冇按好，啲我高中嘅時間冇按好，佢就上網圖書總算考到同佢強用。佢係愛對過去，佢就對過去，你買那一千幾大嘅 visa， 佢美國懂嘅咩？他就看咖啡，你真年請到咧，請到咧，佢就出價拿定佢嘅卡棒就去夾不卡，我會用啥要強下咧？韓國當年嘅時來生日許願嘅時間，佢就講。東西會讓你分數，你嘅面就會壓榨，會壓兩三個分咧。其實第二隻故事，因為假性摸到去結婚哦，個下場還好慘哦。不過愛咁多幾真認同愛嘅啥事來。但是有時候那種愛情哈，雖然講呢個故事本應講有心大殺神轉，有志者事竟成的故事，不過有傷心，好像會給人家一種強大的壓力。係啊，不過本應講哈，親時行啊，哈，所有觀眾朋友對每位生意了下，意圖聲應該該生意哈，當熟識阿燕妹哈，嘅阿燕神來分享下阿燕妹本人嘅感覺。老太家看到有買冇咁樣？唔是太時間行記得阿燕妹冇。因為我哋細茶鋪，細茶鋪。之前你了解香港太上工嘅時間，係真到咬我扛，係咪老豆講阿燕妹會唔會有聽嚟做？那個聲音啊，語音好涼，唔配按講嘅上嘴聽聽啦。因為董草嘅嗓音啊，平常時節只有記錯啊，吼，你就唔識講吧，冇嘅賣股後講吧。我有一擺哦，我就啲人你休息嘅時候。嘿，cái最角落嘅隻素菜哦，我很叫人到山當邊啦，個嘅味啊，吼，我就有一擺就行下過去，就看阿燕妹一上你啲片，我就問佢講，哦，你發生乜嘅事情？講冇啊，就係我嘅味嘅啊，我就講哇，當好呢，一片就唔會有人過來，我問佢係再同佢傾下嘛，佢就講做唔得，一片係我一上人嘅味嘅，佢突然之間就變到動點睛誒，我喺啲咧想講，因為講笑也係認真啊。佢動音在講誒，佢真是大概就帶到幾片咯，就冇帶到幾片嘅阿母條俾帶到幾片。唔過佢一離開嗰隻風水寶地，一出來之後就開始就董草，我佢震到幾片嘅時候就完全冇聲音哦，哇！啲幾個神當哦，幾片係充電站啊！真的，我真的看到什麼叫冷靜與熱情的一線之隔，就那一條瓷磚，你一踏進來，它就會安靜；一踏出去，佢就會動熱情誒。哦，完全。唔過大家倆下可能當上音嘅阿燕妹，因為佢倆叫佢吐聲音嘛，所以看相片。都在走在看相片嘅，我喺相信哈，阿燕怎樣分擔一點點這個角色的部分啊？文太家有懂得熱情呢？哪
有啊，你这你就是福建2.0呐。爱做些事情，所以我会想到阿姨真的很爱烘炒，哎呦，是。跟阿自己先来向你分享一下哈，你知道你这个新冠度到外表到底係熱情的事哦，也係同人親人談的聲音。其實呢，我係感覺我新冠都係人談的聲音嘅，所以我對大家都非常的熱情。不過呢，其實我青島的時間，那係唔係老大家強嘅時間，我係咧非常的點心的人。像我青島的時間，我就當好13年就去個咖啡堂，就13年去個咖啡香啊，食咖啡啊，我就會去思考，哎用當點心的草地，嘿，就思考人生嘅，我唔錯，就當享受。我那係呢啲啊，在當點心的咖啡堂，裡邊都有阿英陣，就哎用。我就會電影腦，我就會感覺非常嘅電影腦，就開始情感都有啲負。等一下，係冇，你愛嘅咖啡堂地方有裝百強，還有李應真。你愛裝百強，因為裝百強其實佢啲咖啡堂當點心。嘿，冇講過誒。佢咩冇講過。冇收錢的時間冇講過。我嚟用英語記起來了，雖然我看不到。可能嗰段時間，我啲情感都我就會想，23年真勁。冇得冇對，古時候呢，佢開始講吧，打電話講到動態上，佢講到非常的，就是情緒很激動的時間，佢同時解說佢得到天來到，我就，yes，給他輸給，一定讓你 fight，佢就重點講吧，我就會繼續是咖啡。我覺得他不是熱情跟冷漠，哎，他是很邪惡。真正啊！冇，因為我就冇想有人去破壞我嗰種，想我點心嘅事，尤其你就想講我明明出來都應該要點心嘅。韓國大家都懂點心，就買就老兩片準州菜絲菜。係啊，你按人情嘅，你就去風水梯就好了呀，這片水人情完全懵你。就讓咖啡。你要祖先，他就浪氣咧。好啦，該飛機咧。我買老嘅阿斯人家嘅風水梯啊。對，什麼叫阿斯人家冇俾講？阿飛機準備幫你來講一下，你自家遲到到呢一下，你新冠度係要熱情好多冇？我喺度講家度，雖然挑戰做嘅正入係100%人，我唔講我遲到，我新冠度係熱情嘅成因啊，喺度有一啲啲。蠻皮係，可能我遲到因為我從下到成日都窮下吧。喺我遲到跟蠻皮當從《湯姆歷險記》第8度嗰隻湯姆，沒有哈克，係，他是傑利鼠，唔係啦，咩窮渣啊？冇窮渣啦，《湯姆歷險記》啦，咩湯姆貓與傑利鼠？誒，你講咩？湯姆歷險記其中一個樹屋咧，湯姆與哈克，樹屋啊，湯姆與哈克真做埋看前前當地嘅，摸頭樹，即係像緊湯姆咁樣。雖然講蠻皮，唔過心思係動搖嘅，係安樣嘅，還有自家嘅秘密基地做在講。風水寶地啊！基本上睇下哈講到安度哈，東西其實唔係講哈，以上嘅身體做在切兩半講，我一定要動嘢先至講，愛聽就動浪談，唔係安樣形式講，以上嘅拄到冇強壯嘅場合嘅時節，佢其實會自家來轉運，唔過係用半天半天遲到，呢啲上嘅好相處，呢係最重要嘅事情。韓國下禮拜同一時間繼續來收看愛到嘅後生太上宮，愉快大家樂，拜拜。搭聲音嘅新冠度，全有兩個愛，一個冷淡，一個熱情。當然啊，呢兩聲嘢是啲個棒棒叉叉棒太索形容。頭擺你知道天出愛卡黑黑嘅東西，呢一下可能係冇繞冇見哦。我記得2年日記3冬暖，2上年6月寒，對所有嘅事情，所有嘅情緒，全愛正面來看待哦。